这个网络有咧流传，讲外国的艾滋病患滥用台湾的健保，会甲台湾的健保舞到，敢真正安尼咧？其实这根本就是无影无迹的代志。来看咱的拍假特工队。 Those nurses and doctors, they're very friendly. 很幸福，做了这个手术，现在这个舒服很多。台湾的医疗技术好，很多外国的病患都会来台求诊，但网络上有这样的谣言，说外国的艾滋病患者都会来台求诊，还可能因此弄垮台湾健保，真的假的？来听健保署怎么说。 我们在这里要提出澄清哈，就是说，因为其实现在的艾滋病治疗已经非常的进步了，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病的治疗。我们指引这个艾滋病药费的部分的金额大概是25亿，106年哈。那假如是去年107年的话，那也截到目前为止也大概是33亿。那相对于我们整个6000亿的预算，其实都算还好了。 2017年，使用台湾健保的外籍艾滋病患，敢若25个人，开始占台湾健保资源的100万分之5.2。依照现行规定，治疗艾滋病依照身份无同，台牛嘛有参。台湾人前2年由疾管署专业负担，说的就是健保给付；外籍配偶前2年疾管署部分负担。 摕到身份了，才会使使用健保。这种艾滋病患者，2017年敢若14个，若是外国民众想要免费治疗艾滋病，前2年拢要自费。拘留满6个月，他才可以取得我们健保的资格，所以这都是比照照健保法的规定，跟一般人是一样的。 还佫伫台湾食头路得到合法的居留，艾滋感染被咱国通报列管，伫台湾有就医记录，2年后才法度得到健保的给付。 健保署讲，治疗艾滋病未舞蹈健保，实际上艾滋病疗程甲其他的疾病比较起来，并不用到额外资源。一些药物的费用其实越来越降低，其实跟比较以前可能1个月将近是2万多块钱，像1个月其实已经是将近是1万多块钱。最好的状况之下，1天只要吃1颗药物，然后1天只要吃1次就可以有良好的治疗。透过专家解说是一个澄清。 好外界唔通阁抹黑艾滋病友自行恐慌。